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德国支持西藏团体发表有关西藏文化的演讲；司政边巴次仁访问印度东北部拉达克地区；印度教育部与藏人行政中央相关部门讨论移交学校的问题；驻日本代表阿若亚博士向日本国会提交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研讨会，纪念西马希尔邦前首席部长逝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第一则新闻。因德国支持西藏团体的提醒，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2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通过网络视讯向来自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50名支持西藏人士和藏人发表主题为“西藏文化对促进世界和平的潜在贡献”的演讲，并与会者进行互动。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强调，对保护自己的文化感兴趣是一个实际的步骤。然而，与其说是为了保留传统而保留习俗，不如说是为了保留文化传统所传达的知识。就西藏文化而言，它对培养心灵的平静和促进世界的和平是有潜在的贡献。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8月20号抵达印度东北部拉达克首府列城，首次访问当地藏人社区。列城索囊林藏人社区的代表和拉达克当地政要隆重迎接司政的到访。拉达克寺院协会、拉达克佛教协会的成员以及穆斯林社区和基督教社区的代表在列城的觉康寺举办官方欢迎仪式，欢迎司政访问拉达克。当天，司政边巴次仁在列城会见了印度国会的现任和前任议员、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的主席和相关官员以及地区议员。在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分校向该校师生发表讲话时，司政边巴次仁谈到了学习西藏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在西藏实施的残暴政策。司政还谈到了中间道路政策和达赖喇嘛尊者对教育的重视度。在第二天的行程里，司政边巴次仁前往列城附近的卓旗游牧区，会见了当地8个藏人游牧家庭，并讨论了该地区近期牲畜染病死亡事件，并了解了当地藏人社区的情况。在结束对游牧区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仁在当天下午朝拜了列城的协寺院和赤色寺，并觐见了该寺主持赤色仁波切。司政还访问了西藏儿童村学校拉达克分校的养老院，拜访了该养老院的长者们。随后，司政边巴次仁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拉达克首席代表的陪同下，会见了拉达克藏人社区的各级官员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并召开简短的交流会议。8月24号上午，司政边巴次仁结束在列城的部分访问行程，前往江汤游牧区展开第2段官方参访行程。此外，印度教育部于上周四8月19号在德里召开的会议上，与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讨论了将印度政府管理的中央西藏学校下属的剩余6所高中移交给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等相关问题。出席会议的印藏官员主要讨论了中央西藏学校木梭里分校、西姆拉分校、达尔霍西分校、嘎伦堡分校、大吉岭分校和哈巴普尔分校的移交程序。2013年，印度联邦内阁批准将其教育部直属的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学校移交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迄今已有55所学校的管理权分3个阶段进行了移交。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财王加布阿若亚博士于本周四8月26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大楼举行的听证会上，向日本国会团体提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境内现状的报告。当天，支持西藏、东突厥斯丹、南蒙古、香港和中国民主的日本国会各党派议员
在议会大厦举办听证会，听取遭受压迫的各少数族群代表就中共政权持续实施的暴行和镇压政策发表了讲话。大约40名来自日本各党派的议员及国会工作人员出席了听证会，并对中共统治下各少数族群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了解。日本国会支持维吾尔小组的主席谷谷庆二先生和支持西藏小组主席下村博文先生表示，日本国会议员团将共同努力，对中国侵犯少数族群人权的行为发出警告及发表声明，并强调将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和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问题。代表阿若亚博士在听证会上发言时，感谢主办方提供的机会，并向各党派议员提交了一份包含9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快速军事化和关闭寺院和学校，从而导致西藏境内的局势恶化的问题。这份题为《西藏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的报告，还包括中国最近在西藏实施的暴行和镇压的图片和新闻。出席听证会的日本议员们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并对中国的人权侵犯行为表示愤慨。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长尾龙先生主持了当天的听证会，他感谢与会各界人士的报告和意见，并强调此次听证会是国会秋季会议的前奏，预计在日本国会在秋季会议上将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强硬的欺凌手段发表强有力的声明。在听证会结束后，代表阿若亚博士和其他团体的代表一道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日本藏人社区的丹增贡嘎先生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本分部的次仁多杰先生陪同阿若亚博士出席了当天的听证会。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纪念喜马偕尔邦前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逝世的第49天忌日，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一场祈祷法会和为期1天的关于西藏和库努历史关系的研讨会。维尔巴德拉辛格曾6度担任印度喜马偕尔邦的首席部长，他是昔日印度北部沙布尔王国的世袭国王。今天的库努地区与中国占领前的西藏相邻。在为期1天的会议中，主办方邀请库努地区的专家学者，包括巴格特辛格库努先生、加杰洛切仁波切、西肉曲培先生、森帕多杰教授、阿查里亚洛尚拉尔黎杰、维迪亚萨尔基尔内基博士、汪丘多杰黎吉、格西突登建参、拉米什钱德拉马塔斯教授等专家学者通过网络视讯相续发表了演讲。与会的库努地区的学者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就包括西藏和库努地区之间的关系、公元17世纪沙布尔和西藏之间签署的条约、库努地区的格鲁派和竹巴嘎举派的寺院、贸易关系、库努人前往西藏进行学习佛法的传统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